每個人其實都係自己嘅安全主任，每個崗位嘅人都要做好自己嘅本分，一齊合作，咁先至可以做好安全管理嘅。喺70年代之前，香港仲未有安全管理呢個理念。喺1973年嘅時候，政府先至開始重視地盤安全，推出咗建築地盤安全法例。但係去到1976年，香港興建第一條地下鐵路嘅時候咧，地鐵公司為咗確保大型工程嘅施工安全咧，喺合約上邊就定明咗承建商需要聘用安全主任。當時香港係未有安全主任呢個行業㗎，於是承建商就喺勞工處挖角啦。我就係其中一個，成為咗香港第一代嘅安全主任。當其時嘅我親身見證呢個行業嘅萌芽同埋發展。喺1986年政府立法嘅時候咧，係規定200人以上嘅地盤咧，承建商就要聘請註冊安全主任。去到94年嘅時候咧，就修訂到100個人。喺同一年，我就開設咗威煌安全，為地盤做安全審核，喺風險管理、工地環境同埋器械檢查方面咧，提供建議，確保承建商能夠做到完善嘅安全管理。喺98年嗰陣時咧，我哋睇到社會對職安培訓嘅需要，於是成立咗職業安全健康管理研究中心，運用我哋嘅專業知識同埋多年嘅經驗，提供培訓。課程亦都得到資歷架構嘅認可。隨住公司發展，威煌安全嘅服務範圍亦都越嚟越廣泛，包括有工作環境安全審查、發展職安健管理系統、安全審核同埋意外調查。客戶亦都由地盤擴展至大小企業、上市公司、政府部門同埋非牟利機構。到咗2018年，威煌安全重組成為威煌集團旗下一員。1年之後，亦都成立咗威安建築工程有限公司，幫客戶提供一條龍服務。經過不斷嘅努力，威煌安全喺2021年亦都攞到3個 ISO 嘅國際認證。我入咗行都超過半個世紀啦，威煌亦都成立咗30年，見證住各行各業嘅安全意識不斷提高，亦都明白到我哋嘅工作係為其他人嘅安全着想，帶俾我同埋威煌安全嘅一班同事好大嘅滿足感。我哋行裏邊有句說話，每個人都係自己嘅安全主任，每個崗位嘅人都要做好本分，一齊合作，咁先至可以做好安全管理。我期望政府同埋各個行業嘅私人機構、管理層同埋前線人員，大家可以通力合作，繼續提升安全水平，保障寶貴嘅人力資源。